来看家己新港国中带美术班的学生去看国际级的艺术家奈良美智的展览。再来看展览的学生，家己装作是各种美术的文具，希望用创意的方式来表达因对这个展览的支持。老师向学生囡仔来绍介作品的背景。嘉义县新港文化馆的25号仓库，当日举办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作品展览。新港国中鼓励美术班的学生用创意的方式来看展览。学生引导用水彩颜料、毛笔、漆啊等等的美术文具做装塔的主题，变装做无同的文具来看展览，看起来真趣味。阮新港国中有素描、水彩、书法，还有水墨的课程，所以阮想要反映阮平常时伫学校的生活。老师甲阮讲，少年的时阵就看那一届，所以阮会使较少的。新港国中的老师表示，奈良美智是国际级的艺术家。这个巡回专题展览的第5站，去年12月12日来到嘉义县的新港，拢总72件作品伫庄脚的仓库来展览。会当遮尔近看到国际级的艺术作品，对学生来讲是真难得的经验。看迄奈良美智，伊是安怎做画，伊是有啥物想法，伊嘛想讲，因会使来遮看。一边看，然后一边想，然后因的美术的迄个想法会较更多元。因为这个场地算讲足大的，但是伊这个图摆落了，互我会感觉是讲这个场地那容变小啊，会使互我的注意力更集中在这个图上面。它的整体是一个朦胧感，然后他的眼睛画得很细，让人家感觉说他在看着你的样子。新港文教基金会指出，这场展览到5月17，虽然是免费的，但是需要预约报名。为着要维持展览的品质，一场上侪50个人。目前到今已经超过1万人次看过。除了创造观光的价值，嘛对地方带来教育的意义。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